因为去年淡市行人伫路口发生交通事故，有700人，占整体交通事故的5成。所以市府就来率先打造全国第一座大客车路口停让的实景训练场。预计伫今年嘛要完成8大路口行人安全计划。20号再次甲嘉义监理所联合举办9大运输业者针对路口停让的宣示。记者会中，公路总局除了宣导过去所讲的停看停，也阁有慢看停的考决。同时嘛，连续大客车甲轻车运将示范自查确认的实景操作，展现对路口安全的决心。指差确认是源自于日本的一个铁道运输，那它是一个安全动作，利用我们的盐手口，好，来确认我们行经路口的一个安全。我们这几年就推动了路口的这一个礼让文化。那路口要怎么来做呢？路口要怎么来做呢？我们只要把这一个口诀记好就好。好，那路口的停让文化的建立呢，第一个，我们车辆行进路口一定要慢看停。好，那行人要安全行的话，那行人一定就要停看停。其实搭高铁或搭台铁的时候，都会看到这个列车长或者站长在车子列车停下来，或是门要打开之前，或是列车乘客都上去，门要关起来，车子要启动之前，都会用这个指叉来确认，月台上没有其他的人通过，这样子列车通行才不会造成乘客的危险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路口也是一样，所以很谢谢9大运输业者在我们嘉义监理所的倡议下，能够落实这个路口停让。那我们也对于在路口没有停让，或者是在路口通过路口不小心、不漫不经心、不注意的人或车，我们也都会加以劝导，甚或加以取缔。高雄部公路总局表示，9大运输业的车辆都有37万8千台，占全国汽车总数的4.6%。所以加强司机的安全意识，也是减轻路口伤亡的重要关键。今日新闻，阮是采访报道。